各位膠佬們，大家好，我係盧老師。今日我哋唔講卡梅拉達，嚟講啲唔一樣嘅，跟我一齊穿前壁睇睇嗰啲令無數紳士痴迷嘅機娘，勾出一下機娘嘅進化史。咁我其實咧係好早就入咗機娘呢一個大坑噶啦，從早期嘅 MS 少女階段到十屋嘅 FAG 系列，再到國產廠家嘅崛起，群雄割據。唔知道大家入坑嘅機娘係邊一款呢？咁各位可以通過彈幕分享一下。後面咧，我亦都會介紹一下我嘅第一款機娘。咁我哋將時間回到80年代嗰個鋼鐵同浪漫碰撞嘅年代，當廖根特仲喺度推緊嚿石嘅時候，曾經設計過 Double Zeta 裏邊嘅葵曼莎以及 GP04 嘅天才設計師名貴美加偷偷地就埋低咗機娘文化嘅種子。咁當時名貴美加將機械同女性元素結合，開創咗機械加美少女嘅創作方式。咁呢種風格，後來我哋稱之為機娘，並且奠定咗機娘文化嘅雛形。喺呢一時期，機動戰士高達系列出現咗好多經典嘅 MS 少女形象，例如元祖高達機、高渣古機。咁呢啲角色咧，唔單止融合咗高達系列嘅硬核機甲元素，仲加入咗女性化嘅特徵，所以佢變成咗高達文化嘅重要組成部分。除咗高達之外，80年代嘅機娘仲有超時空要塞嘅 VF1 結合林明美嘅造型嘅機娘。時間快進到2008年，咁當年嘅港版模型雜誌裏邊咧，就夾帶嘅 figure 到底係幾多人嘅塑料初戀呢？咁如果當時已經入坑嘅朋友咧，就會喺 Hobby Japan 或者電子 Hobby 上面睇到一啲機娘。咁當時嘅港版盜版雜誌上邊咧，會睇到而家正版書裏邊睇唔到嘅手辦，簡直係少年膠佬嘅啟蒙好朋友。當時雜誌上邊咧，主要會睇到 Konami 嘅武裝神機，冇錯就係你日 fuck 嗰個 Konami。咁由於 Konami 嘅經典操作，咁武裝神機好快就沒落咗啦。呢啲都係 Konami 手上 IP 藍圖嘅厄運。除咗 Konami 嘅武裝神機之外咧，Bandai 仲推出過 Armor Girl Project 系列。咁 AGP 系列咧，以高達為背景，結合咗高達模型嘅可動性同埋女性化嘅外觀設計，咁成為咗高達文化裏邊嘅重要分支。但係咧 ，AGP 胯部嘅關節有致命傷，可動唔得。咁而家咧亦都冇推出新嘅產品啦。咁前面講到嘅武裝神機同埋 AGP 系列咧，都係成品嚟嘅，價格比較貴。咁對呢啲玩慣高達拼裝嘅膠佬嚟講，一般咧都係冇咩錢買嘅。咁有呢個錢我都買咗幾個 MG 啦。2015年拼裝黨嘅福利到啦，咁秀屋推出咗 FAG 系列，重新定義咗行業嘅標準。咁呢啲係機娘文化發展當中嘅重要里程碑。FAG 系列將拼裝模型同埋機娘文化有機嘅結合，開創咗模塊化設計嘅新模式。最吸引我嘅都係佢嘅價格，同埋之前嘅產品相比，佢係拼裝模型，價格實惠。更重要嘅咧，就係可以自己製作。對於享受模型製作樂趣嘅我嚟講，確實比成品嘅 AGP 要好好多。咁呢系列咧，唔單止延續咗 Flame Armor 系列嘅硬核風格，仲加入咗更多嘅女性化元素，迅速咁市場上獲得咗巨大嘅成功。當時我都入手咗嘅人生嘅第一隻機娘光雷。咁用而家嘅目光嚟咧，呢款模型嘅分件同可動咧，都係要比而家嘅模型要差好多嘅。咁但係精美嘅造型同埋細節咧，搞到佢當時一度斷貨。你要諗下10年前嘅環境咧，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咁多賭狗嘅，可以見得出咧呢款模型有幾咁火。咁當時我都第一時間購買，而且通宵干月，而且噴塗咗呢款光雷。咁如果大家想睇我噴塗嘅教程嘅話，可以發彈幕催更。與此同時咧，Bandai睇到所有嘅機娘咁鬼受歡迎，咁佢亦都立即推出咗創戰者裏面嘅文內學者。不過同 FAG 系列相比，佢嘅面相實在太過鬼畜啦，係俾手屋撳住個頭喺地上摩擦嘅狀態。咁不過 Bandai 爸爸畢竟家大業大，咁舊年推出嘅虛擬化身文內，低於30ms 系列嘅技術革新，終於有翻啲人樣啦。咁跟住咧，手屋又推出咗 Megami Device 系列，
咁相比於之前嘅 FH 系列咧，女神裝置延續咗佢嘅技術特點，咁大大咁改進咗佢嘅素體，進一步優化咗模型嘅可動性同埋細節表現力。通過獨特嘅設定、高可動性同埋豐富嘅擴展性，成為咗手屋旗下最具代表性嘅拼裝模型系列之一，深受模型愛好者同埋玩家嘅喜愛。女神裝置系列咧，一直被認為係業界嘅標杆，推動咗機娘文化嘅進一步發展。咁其中我最中意咧就係日式風格機娘嘅朱羅系列、工兵同埋忍者。咁後來朱羅嘅改進版水在之南系列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好嘅模型。到咗2020年，手屋為咗吸引女性玩家，推出咗主打校園生活場景嘅無機甲系列彩創少女庭園。屌，咁都係翻嗰啲死宅玩嘅啫。2021年又推出咗阿卡拉迪亞系列，主打非機械生命體嘅設定，填補咗手屋喺奇幻題材領域上面嘅空白。呢幾年國產機娘模型喺設計創新、材質工藝同埋可玩性方面咧，都取得咗顯著嘅進步。咁但係喺比例設計、面部造型同埋原創 IP 方面，仲需要進一步咁加強。咁目前嘅廠商咧，主要有羽毛道、核能矩陣同埋象雲機。重頭戲嚟啦！最近模型前線舉辦第一屆只樂無窮樂創杯機娘改造賽，主要圍繞機娘呢一個主題展開。比賽面向所有嘅參與者，無論係改造高手，抑或係萌新，只要夠膽 show call 就有機會抱走3000蚊嘅購物金啦！比賽嘅報名時間係今年4月25日到5月15日，參與者可以通過圍觀或者參與嘅方式加入比賽。群內嘅圍觀群眾，佢嘅投票對最終選手嘅分數佔比約為10%，觀眾嘅參與度對比賽結果有一定嘅影響。報名方法咧，可以參考上面嘅方法。呢次嘅比賽獎勵非常之豐厚，金獎1名將獲得3000蚊嘅模型購物金同埋獎杯。銀獎2名會獲得1000蚊模型購物金同埋獎杯，銅獎3名有600蚊嘅購物金同埋獎杯，仲有創意獎5名200蚊嘅購物金同埋隨機機娘1款，人氣獎3名係手屋機娘大禮包。除咗上面呢啲獲獎之外咧，只要參加呢個比賽咧，就會獲得定制嘅獎章啦。就算唔參加比賽，亦都可以入群嚟圍觀。你嘅投票決定咗選手嘅生死，大家一齊入群睇睇佢哋嘅優秀作品。